OK， 好，首先我哋咧左右放鬆下，打電話去嗰邊，左右放鬆下，重心轉移，係啦，重心轉移，搖下佢，唔係咁樣搖屁股啊，阿馬玲，成個身體過嚟呢邊，呢腳係可以鬆嘅，重心轉移。The body is straight, so you just move another side, not like this， 唔係咁樣啊。個 body 係 not moving，only 你嘅 leg 過嚟呢度，重心係可以曲少少。嗱，呢個腳隨時開都冇問題嘅，唔係咁樣喎，咁樣係黃狗屙尿喎。OK， 係成個 body 過去呢度 ，and then 輕輕可以抬腳，唔要你抬。但係個意思話咧，你個 point 咧喺你呢個腳度，係啦。如果你對住我就係你嘅 left side， 我個 right side，OK。咁啊 move another side， 咁樣又係個 point 咧係另外一個腳，呢個腳係曲住噶。嗱，你呢個咧係曲住噶，係有力噶。咁樣跟住隨時抬起嚟都冇問題嘅 ，right？ 加唔加到姐姐？我唔記得你叫咩名。啊，阿 May， see？ 嗱，你佢嘅腳好長好靚，但係咧即係轉過嚟 ，right？ 成個 body 重心喺呢度，係好輕噶，呢叫做重心轉移，就將你嘅 heavy point to move another side。OK， 好，再嚟，咁樣咧，慢慢咧做呢個重心轉移咧，你可以將你嘅 body cool down。慢慢將個身體放鬆佢 ，OK， 再嚟一次，咩？唔係要身體下成個 body， 你喺我呢個 knee 係 bend 嘅，因為你 bend 你先有力噶嘛，你咁樣有時唔夠力 ，bend 先係將個力沉落去。嗱，你睇我嘅腳 bend 咗，冇問題。嗱 ，bend 咗咧，你嘅力咧係向下沉啊嘛 ，OK， 好，再嚟喺呢邊 bend 啲，呢個 knee bend 啲 ，OK， 再嚟，好，翻嚟。嗱，我先演繹下今日我哋要學嘅嘢 ，1 to 8嘅 pose，OK， 你可以跟住我做，又可以睇住我做，因為到時咧我哋會。step by step 一個 pose 一個 pose 係 hold 住嘅 ，OK。咁樣咧，我哋今日咧又再繼續學易筋經嘅1 to 8，佢總共有12，總共有12個，所以我哋係逐啲慢慢學。但係咧，你可以喺呢到時教咗你所有嘅12個，你可以喺呢度覺得邊個你係最中意嘅。你可以 ，you know，sometimes just take one to practice 就 OK 噶啦。我有時我就 only 做一個噶咋 ，OK。好嗱，應該你做過噶阿 May。OK， 個手喺呢度係咪？咁啊咧，佢開嗰時咧，一定係左腳嘅，一定係左腳。頭先我咪叫你重心轉移嘅係咪？重心轉移你係有一個嘅 bend， 你 bend 咗。呢個重心嗱咧係咪有力啦？係咪？通常開始嗰時咧都係用左腳開始嘅。OK， 因為點解咧？佢哋好似講，如果你係拜神啊咩成咧，插香咧，你最好係左手插香，神仙怕左手，有咁嘅講法噶，係真噶，係真噶。哦，咁我反而我冇留意。因為咧佢上香咧，即係我唔係咁迷信，我又唔係咩宗教，但係有時有啲嘢老人家講嘅嘢你要聽下嘅。神仙拍左手，好似因為我哋每一年去舞獅咧，舞獅最早開始舞獅之前咧，我哋喺 UC 嗰度，我哋一定係要拜神仙嘅，呢個係一定嘅。阿莫師傅幫我哋。咁啊上香嗰時咧，我知道咧，咦有冇開咗？我通常都係左手嚟上嘅，人哋講。神仙拍咗手 ，OK， so 好多時咧，
太極啊，or something 咧，佢哋開始嗰時咧，佢哋都係左腳，因為我係咁樣咧，你哋要睇到我係同你一個方向啊嘛 ，right？而喺呢個方向咧，我哋係 opposite 嘅喎，相反嘅喎，左腳開始 ，OK， 好，個手喺兩邊，身體放鬆，好 bend 少少 ，and then 將你嘅左腳抬，慢慢打開，呢個開係咪？跟住最早一堂課教咗你哋笑揚手，半陰半陽喺前，雙手合十，拉入嚟35度，記得下呢個係膻中穴，對住你嘅手踭呢度一立，呢個係開心噶，即係你好鬱結啊，好咩啊，靜心啊，呢個非常之好噶。嗱，阿妹妹試下你嘅大拇指撳翻你嘅膻中穴嘅手指一立，打開手一立，你明唔明啊？睇唔睇到啊？睇到嗎？因為你過嚟啲，你睇唔到我就睇到話一立，佢個手咧唔係動起嚟嘅喎。如果係瑜伽嘅祈禱式咧，係咁樣，瑜伽嗰個咧就係咁樣嘅。但係呢個易筋經嘅咧，佢係斜斜地嘅，喺旁邊睇係斜斜地嘅，35度、45度就係咁樣，係35度。OK， 一立呢度個手就喺呢度，咁樣咧，所有嘅地方都合埋。就係呢個中間呢個窿咧，就俾少少通氣。因為點解咧？如果唔係會噴火，會一陣間手會好熱嘅。OK， 咁樣嚇，呢個係 the number one， 呢個叫做韋陀獻杵第一式。跟第二個 pose 咧，呢個係 the first one，right？ 第二個 pose 咧個手咁樣，咁啊啱啱你嘅中指仲係對住你嘅心口嘅喎，咁樣跟住向前。跟住兩邊，跟住慢慢沉你嘅手掌、手根呢度啊，推出去，但唔好太直喎。如果你太直嘅話，你啲氣咧係過唔到嘅，因為啲氣咧係起圓不起方，攰啦你。呢個 pose 咧係對你嘅頸、肩膊、頸，同埋如果你感冒咧做呢個 pose， 即係好輕微嘅。感冒咧係非常之好，呢個 number two、number three 個腳已經係開咗啦，係咪 ？number three 翻嚟喺呢度，好似招財貓咁樣 ，right？ 跟住你可以下意識將個手喺呢度，記唔記得我成日教你托住嘅嘢啊嘛 ，right？And then 舉上去頂腳，但係個眼冇咁樣喎，因為你要將個氣係下沉，所以你眼可以向地下望，頂腳。OK， 呢個 number three， 好，慢慢打開。嗱，我喺呢度開咗咧，左手放個腰，右手轉過嚟，我屁股冇喐到佢，係咪？咁樣咧，好似捉個星星咁樣，個手跨過去你個頭，扭過去，望住個心手心勞宮穴呢度 ，yeah，and then come back。慢慢落到呢度嗰時，打開。嗱，我另外一邊打開，右手向後，向個背呢度，左手向旁邊，個腰扭住，好，抬上嚟，過個頭，望住個手心，好，慢慢翻嚟中間，沉落嚟，係咪好難啊？慢慢你就會好舒服，呢個叫做摘星換斗 ，OK？ 咁我依家有個秩序咧，我轉一轉 ，OK？ 呢個係3個，第4個咧2次過變成第5個，第4個咧你將你嘅左邊又係左邊先係咪？向前跨一步。但係咧，你咁樣喎，一定個腳係闊嘅喎，跨一步 ，OK？ 你覺得你跟住咧，你嘅右手用呢個窩箍個手喺中間捉住度，左手喺呢度，喺個腰呢度推出去弓步，好拉翻嚟，記唔記得我哋嘅重心
拉翻嚟咧，你 at least 嗱，如果你先分開腳嗰時，你試下你個屁股係咪平嘅？如果你正翻個位，係咪拉翻嚟？因為你拉翻嚟嘅重心喺後面腳，你前面腳隨時可以抬都冇問題嘅，好似我哋做玩太極咁樣 ，right？OK， 咁樣跟住推出去嘅手指打開，推，你係俾幾個牛拉你走，你捉住個牛尾，好似捉1、2、3、4、5，捉翻個牛尾翻嚟，個腰係扭住嘅，阿妹冇將個屁股翹起嘅，你係腰會舒服嘅，係正翻好佢再推出去，再拉翻嚟，我會做幾個位，好個手放落嚟，將個腳，先我轉嚟轉去轉到我自己都暈咗啦，將腳翻嚟，再轉另外一邊，轉另外一邊 ，OK， 邊個腳向前面，就邊個手向旁邊，反咗，OK， 邊個腳向後面，個手就向後面，咁啊 OK 啦嘛，邊個腳向後面，邊個手就向你後面，拳頭捉住，啱啱咧你個手咧就放住你嘅右邊嘅 kidney 嗰度 ，right？ 誒呢個手喺呢度，推，好翻，沉落去，推出去掌，1、2、3、4、5，翻，再推。妹妹，你成個咁樣做，你撲落去啦，係咁啊，推出去係咪？1、2、3、4、5，翻。OK， 我依家係教你哋一個樣先吓，好放鬆翻嚟。OK 喺呢度，咁你腳係更加闊啲啦，係咪？係咪比頭先闊啲啦？好，你將手抬起嚟，沉落去，夾一夾，好似夾住夾住個膊頭，但係冇夾咁緊，因為我哋係呢個叫做出爪亮翅，即係出你嘅爪，將個翅膀飛出嚟，係咪？翅就翅膀啊嘛，咁呢個咧係越嚟越力發力噶 ，OK 吓，咁樣跟住推出去，手掌打開，跟住個手翻嚟合埋，係啦，將個翅膀收起嚟，跟住再推，跟住個眼打開，望住前面，好做喺呢度做3個1，嗱。嗰個翅膀打開佢，Alice 收翻你嘅翼，打開你嘅翅膀，係咪？係開你嘅高方穴 ，no 太遠啦，係咁咋，斜斜地噶，翻嚟，Alice 喺呢度 right， 好再嚟，跟住做咗3個以後，再推出去，發力，個手指打開，個眼瞪大 ，OK， 呢個做3次。好，翻咗嚟以後，你將個手呢度，跟住先轉翻你嘅左邊，屁股冇喐，轉翻左邊，將你嘅左手放向你嘅背呢度，盡量向上啲，呢個係護住你嘅心肺，護住個心肺啊！你嘅 heart 同埋 lung 係咪啊？肺係咪 lung 啊？嚇，你英文我要你教我啊 ，OK？OK，another hand 又係轉，捉住個耳仔 ，no， 妹妹耳仔，咁啊啲耳鳴啊嗰啲係非常之好，捉住耳仔係咪？咁啊捉住耳仔咧，你呢個咧就當個枕頭咁樣，捉住耳仔，枕住佢，望一望天。枕住呢個嘢枕住噶嘛，個眼就望住天花板。OK， 咁慢慢將你嘅手踭去揾你嘅呢 bend 少少，轉望後面下面，你可能仲未睇得到你右邊嘅腳。誒，好似好怪馬玲睇住啊，先開係咪？翻嚟個時。bend little bit， 個腰係扭噶，係望住你
右邊嘅腳踭望唔到唔緊要，做多幾次佢就望到噶啦。好，開，轉過嚟呢度，屁股扭少少冇問題。再閂。咦，你今次係咪可以望得到你嘅腳踭啦？係咪？再開。OK， 好，我依家係只不過係掩飾㗎吓，掩飾。OK， 嚟呢度。好，你可以咁樣畫個圈，直接到你個背嘅另外一個手向耳仔邊。OK， 咁啊抬頭，枕住你個手，抬頭掹住個耳仔，好，沉落去，沉翻你嘅右邊，望住你左邊嘅腳踭。OK， 再白密掹刀喺上。再嚟 ，OK， 好，慢慢翻嚟。做嗰時唔係做咁少嘅，會做多啲嘅 ，OK， 就只不過會咁做。呢個叫做九鬼，即係 nine go 掹刀，我都唔知點解會叫呢個名喂，九鬼八刀，即係掹個刀啊。通常人哋掹刀係咁樣掹噶嘛，但係咧佢係 nine 個 goes 咧掹刀咧就好奇怪，就掹呢度，或者係嗰啲鬼又唔同啦。anyway， 嗰啲古時候寫個名啦 ，right？OK， 跟住就將腳再闊少少，呢個叫做三盤，三盤乜鬼咩落啊？三盤三落 ，OK， 咁樣咧。一陣間落嗰時咧，我要你哋發出一個嘿嘅聲音。嘿嘅聲音咧係對個腎非常之好噶。啊啲聲音咧係對個 heart 好嘅，好似人哋唱啊祖國啊嗰啲咪啊啦 ，right？ 啊係 for heart。下次我會教有6個音嘅，有唔同嘅聲音，代表唔同嘅 kidney 啊嗰啲嘢嘅。到時我會慢慢教你 ，OK？ 咁樣嘅話咧。就一陣間我哋落嗰時咧就發出氣嘅聲音，起就唔水，起嗰時咧吸氣個頭就鼓起嚟。OK， 好嚟，慢慢先將個手反轉平嘅，好轉過嚟落嗰時落少少氣，其實將個氣全部沉落去，抬起嚟吸。好，再去就低啲，低到幾多算幾多。特別係馬玲你嘅呢痛噶，你就行頭先講就 OK 啦。你如果去落啲，你就落啲。阿 Alice 都可以落啲。嚟轉掌，氣，好吸，最後一個轉，氣，起。OK 嘛 ？Pretty good， right？ 呢個咧係對你嘅 knee 都非常之好嘅。OK， 就今日係咁多先，下一堂課再加一個青龍探爪，嗰個都好正噶。嗰個咧係個手咁樣，跟住個腳唔會，個腳咧唔可以 bend 嘅，係咁樣落去，個背係直噶，轉過嚟，嗰個都好咩？嗰個好正，搞錯就係咁樣噶。青龍探爪係點樣咧？嗱，可以教你先。手握固喺呢度夾住啲，跟住咧個先右手變成個爪，呢個爪係咁樣噶喎，好似個龍爪咁樣喎，唔係咁樣普通噶喎，唔係咁樣呢個虎係咪啊？龍爪咧係咁樣嘅，中指係前面嘅，中指係前面嘅，要唔係動你咁高，即係你好似講粗口咁。阿師 ，no 係咁樣，咁樣係 ，OK。首先喺呢度係咪夾住佢先，跟住咧推過去，成個身體扭過去，又係扭身體嘅喎。左邊啊，所有都係左邊開始啊嘛。你係右手去左邊，馬玲，你的手在這裡，推去嗰邊啦。Another side， 個腳咧唔俾曲喎，
跟住咧呢個肘翻嚟，跟住掃旁邊，個背係直噶，掃到呢度，個手打平，轉過嚟，咁樣1、2、3、4、5，慢慢起，睇旁邊睇下，好，走出去，喂。掃，呢個腳係直嘅，掃打平摩，你喺呢度轉1、2、3、4、5，好舒服噶。你個背咧係咁樣起嘅，唔係咁樣嘅喎，個背係一直直噶。OK， 我哋教瑜伽咧，仲有一個叫做長壽功，長壽功咧。就係 flat back， 我哋係點樣做咧？係都係直噶，就係咁樣，身體向前。哦，嗰個拉到你飛起啊，係咪啊 ？Alice 個背係直嘅話，妹妹，你學下 Alice 先聽，我哋個背係直嘅，個長壽功就係咁樣，就係咁樣，背係直嘅。你哋個個好似個蝦咁樣，係蝦起身。你點樣知道自己直嘅？我意思即係我需要對鏡。翹屁股咯 ，no， 你yes 係 straight，OK， 嗱，你咁如果係你企住咁樣翹屁股咧，你會鎖住個腰 ，no good，right？ 企住個呢翹屁股就變成咁，但係如果你做長壽功，你企住咁，你係翹住嘅話咧，你個背就直啦。如果我唔翹咧，係咪我好似個蝦咁啊？係咪？一翹或者你唔得夠，你撐住呢度，係練成個大髀嘅力㗎。Yes， 係一平咗啦，係啦，夾起嚟係啦，好起身 ，OK 啦喎，咁我開始響第一開始啦喎，最後個青龍睇下我哋嘅時間，好 ，OK， 係噶，熱就 good 咯，其實今日都幾涼涼地嘅，你冇話係咪啊？講40幾度，本嚟我係準備着短袖唔着呢個嘅，但係我覺得唔掂啊，都係着翻啊，即係今日係春分，係啦，春分 ，OK， 好，未，我要你不將個電話放喺個凳度先啦，你 keep 住你幾唔舒服。我希望咧，你跟住我哋啲課咧改一個 point， 你冇怪我好直噶吓，如果你唔中意，你就直接同我講，改一個 point， 一個 point 咧就係冇好 slappy 嘅感覺。你明我講咩啊？我 feel 到你係好 slappy， 好似唔係懶啊，即係好似好求其，yeah， 即係我哋呢一個係啦，即係你呢一個鐘頭咧，其實係你 for yourself， 唔係俾邊個㗎 ，right？For yourself， 你自己開心，你自己會好舒服㗎。OK， 你慢慢覺得，開始可能你會覺得，呢老師要搞啲乜嘢亂七八糟咁樣 right？ 但係你慢慢入咗我哋呢個 group 咧，你會中意㗎嚇。OK， 好嚟企住先，開始啦嚇。咁我唔俾個背你㗎啦喎，你記得左邊腳喎 ，another side 喎 ，OK， 好企住，好慢慢 bend your knee。Go to the left side. Alice 唔使咁闊，入啲腳尖向前。好 ，hands up，palm together， 35度，翻嚟少少，冇咁樣斜斜地，又冇太低，膊頭放鬆。CC 個手同我合埋啲，only 一個窿俾佢通氣啫。only 一個窿，個窿咁大㗎，又通咁多氣喎咩？OK， 我唔敢碰你個胸，一立啊 ，OK。但係呢度合埋係就 only 呢個有個窿，一陣間你會好熱㗎呢度 ，OK。Very good， 放鬆，個手好熱 ，OK。好嚟啦喎，咁樣吓，好，同我 everybody close your eyes。
眯埋眼，放鬆，個腳踩實地板，嘴角上揚，牙齒輕輕扣埋一齊，嗰條脷頂住上面嗰排牙，慢慢調息。因為今日時間嘅關係，我唔會叫你哋企好耐嘅，at least 1 or 2 minutes。個注意力喺你嘅手指上面，所有嘅手指合埋一齊，手根對住你嘅心口，膻中穴。好，再嚟一次好深嘅吸氣 ，in here，exhale。好，慢慢將眼半開半張，望住地下 ，only 望住你兩個手指，除咗大拇指，兩個手指，食指同埋中指。好，將手打開，對住心口，咁望住地下先。好，向前走，個眼可以打開啦。記唔記得啊，妹妹？打開，個眼唔使轉嘅。好，推一推，沉住佢。可以將你嘅尾骨下沉，個 knee bend little bit 係舒服嘅，個腰係鬆嘅喎。腰有冇鬆啊？阿妹腰有冇鬆定係緊嘅先？唔係，點頭係真鬆定假鬆 ？OK， 好。Alice 意思係手踭撐出去，好似撐住個門咁樣嚇，好似我哋嘅站樁開天門。馬玲將個手再收翻少少。Yeah，it's cooked little bit。膊頭放鬆，我知道你膊頭好痛，但係你過到 ，you very good。妹妹個手再高翻少少，好 ，close your eyes again， 係想你哋心靜翻啲。呢個係對膊頭、對你嘅頸係好好嘅好處。企住咧會出汗，都會非常之好。如果你感冒啱啱開始嗰時咧，係將你嘅表層嗰啲發出嚟係非常之好嘅。Close eyes， 我唔會叫你哋企好耐嘅，放心。
at least 20個呼吸啫。如果覺得好攰，收一收翻手，再 continue。冇突然之間就啪落嚟嚇，咁樣你就泄氣啦。再兩個呼吸，吸氣 in here，exhale。好，慢慢將手收翻嚟，可以將眼打開，收翻嚟。黃生幫我閂門啊，黃生喺度停一停，俾你嘅手酸酸嗰度放鬆翻嚟先。馬玲特別馬玲唞大氣啦，係咪？好，將個手托住，慢慢舉上去，眼望住地下，頂腳。係啊，係非常之好。上一堂課，哇，割咗幾多？咩係啊？因為我上一堂頂到我好緊要嘛。OK， 停一停啊！1、2、3、4、5、6、7、8、9、10，慢慢落，做3組下。落嚟，係咪好重啊個手？係咪好重啊？有冇覺得啊？冇 feel 咧，說明你真係唔認真啊！OK， 好，吸氣，嚟喺呢度頂上去，含胸拔背，頂高啲。1，呢個對心臟非常之好啊。2、3、4、5、6、7、8、9、10，落嚟。OK， 招財貓腳翻嚟，停一停，唞下氣先。最後一次，我唔數啦，到時我先會叫你起。我要靜一靜心。慢慢落嚟，兩邊手掌對住前面，停一停，眯埋眼，俾啲氣血翻嚟先，等。好，好，將眼打開，左腳左邊啊，
係馬玲向前跨一步。嗱，你跨一步，你試下，你將個屁股轉過嚟嗰時，個屁股係咪平嘅先 ？Right？ 跟住咧，後面嘅腳喺後面窩固，個手捉住，擺住你左邊嘅 kidney 嗰度。OK， 另外一隻手窩固捉住喺呢度，推出去，身體轉，哇！有人掹你，好，翻嚟沉，你 bend 咗你，後面嘅腳係曲噶 ，no， 阿妹後面嘅腳曲，阿馬玲後面嘅腳曲，係阿師姐姐，好，呢個手冇咁樣喎，係將你嘅翅膀收起嚟，阿 Alice 呢個手係翅膀收起嚟，好，推出去，開掌，推出去，你煩啦，阿馬玲你去邊啊？對住你腳尖呢個方向啊 ？No， this way，yes， 你係要咩？嗱，同埋馬玲你開闊啲，你要舒服啲企住，係好 ，1 2 3 4 5，拉翻嚟，沉，咁樣向後走。嗱，阿妹妹姐姐，直啲，試下個手向後走，腰呢度向後走，推出去，呀 ，1 2 3 4 5，係 ，no， 喺前面啊，好，推，前面啊 ，the front，on the front，on your front，no，on your point front，yes。個身體咁樣轉咗過嚟，哎呀，拉我咁樣，好，翻嚟 ，OK， 好，雙手放出嚟，轉直，轉去右邊，好，同樣嘅，邊個腳喺前面就手喺旁邊，邊個腳喺後面個手喺後面，好，拳頭出去。係，好，翻嚟，成個腰扭住嘅，推出去，妹沉啲，弓步，好，翻嚟，1 2 3 4 5，翻嚟，推出去，係，1 2 3 4 5，翻嚟沉，推出去 ，very good， 1 2 3 4 5，翻嚟。最後一次推出去，好，慢慢轉翻嚟，將腳收翻嚟 ，OK， 收翻嚟嘅手喺兩邊係咪？咁樣慢慢將個手抬起嚟先，將個翅膀收翻嚟，記唔記得啊？攞咩夾住啲，係將你嘅高方穴夾住啲，出掌推出去，個手打開，冚實佢，將個翅膀翻嚟，開，嗱，開嗰時咧，成個背開翻係1 2，第3，推出去，開爪，個眼打開，啊，馬鈴冇咁高，好，再翻，再做，開，係好嘅，2，第3，出爪，個眼手掌發力，個眼大啲，好，最後一組，翻嚟夾住，放鬆，夾住旁邊放鬆，係啊 ，Alice， 好夾，推出去，出爪，打開眼，好，放落嚟 ，OK， 個手好似混完妝咁啊，係咪？將個身體，將個手
轉去你嘅左邊，跟住左手順勢就放向你嘅背度，放向你右邊嘅背，右手放住你嘅耳仔，跟住枕住個手踭上去望天花板。好，跟住慢慢落病，用你手踭去揾呢，唔需要真係揾呢。好，抬起嚟，轉，掹到掹上去，掹，嗱掹咗以後咧，就轉去你嘅右邊，咁樣轉 feel 到 yes 舒服嗎？咁啊係咪好舒服啊？阿咪唔會緊㗎，好，再翻嚟，阿 Alice 好優雅，你可以越嚟越 deep 啦，再掹翻嚟，呼吸，最後一次，掹翻嚟。好，翻嚟，好似我覺得我哋少咗一個動作，摘星嗰個冇做，唔緊要，係嘛？摘星歡悅忘記做啦，吓，唔緊要，放住呢度，掹住耳仔，枕住先，落嚟，抬手，轉，開，落，轉，抬，眼望向天花板，扭住嘅，最後一個，落，上，好，打開，直接去我哋嘅摘星換斗，有一個唔記得咗做，係咪？記唔記得嗰個係咁樣低啲噶啦？喺旁邊 ，no， 企住，捉住個星星，轉身，好，翻嚟，沉落去，開，掹刀就今次做一次啫吓，好，轉呢度，捉住個星星，上，翻嚟，喺呢度打開佢。轉過嚟 ，feel 唔 feel 到你嘅腰係咪又柔軟咗頭先好多係咪？捉住個星星上嚟勞宮穴，好翻，最後一次上轉上翻嚟落。做呢個可以唔一定要1、2、3、4、5跟住做，你有時唔記得咗嗰個，你倒翻轉頭做一樣，因為佢有時咧，佢呢個腰已經要更加 deep 咁多舒服。OK， 好，就將腳開大少少，記唔記得頭先教你哋嗰個啊？嗱，呢個落咧就係唯一組，我哋做3個啫，好快啫。OK， 好，抬落去嗰時手掌轉係咩？佢都要咁啊，要。氣起，氣起，氣起，好落嚟。個龍唔好做啦，要唔要做啊？個青龍探長 ，OK， 再做，仲有少少時間，個腳收翻少少 ，OK， 窩固嗱，1、2、3、4、5，將個手放喺腰呢度，放喺腰呢度，
好，跟住咧，你嘅右手變成龍爪，個手指出嚟啲噶，唔係做呢個動作吓，唔係做呢個吓，不聞手指啊，係咁樣嘅出嚟少少，個中指係高啲嘅，龍爪係特別啲噶嘛，龍 yes，OK，呢度係咪？跟住呢個爪推去你嘅左邊，個腳伸直，轉翻嚟對住自己，翻嚟跟住探身落去，落個背冇拱，個腳都伸直。好，到咗呢度變成掌，畫個圈喺旁邊，跟住個手掌對住前面，1、2、3、4、5，慢慢收翻嚟，係咪好容易咧？到呢度 ，OK， 等先，阿諗啊，好，跟住咧呢個變龍爪，推出去 ，no 反咗，先推出去先，找人啊嘛，捉咗啲食嘅嘢啦，攞翻嚟，吓，跟住腳係直嘅，好喺旁邊掃，好似我哋舞獅咁樣，食完咧要係唔係？好轉掌，好似舞獅咁樣，食完佢又舐下嗰啲毛啊嗰啲吓 ，OK， 到你嘅手呢度，個背係直嘅，再嚟一次，好，龍爪，咁啊喺呢度推出去。轉翻嚟，我搵到嘢食啦，好翻嚟，跟住響你嘅身邊掃，呢個對肝非常之好噶吓，唔開心去做下呢個，好喺呢度平一平，轉掌，1、2、3、4、5，翻嚟背直嘅，好龍爪推出去，轉翻嚟。攞住啲食嘅嘢先肚，好，喺嗰個肝經嘅下，跟住翻過嚟，1、2、3、4、5，跟住身體出邊，你反咗，好，翻嚟鬆一鬆佢，轉一轉膊頭，吓 ，OK。既然今日我哋全程企咁啊，差唔多埋尾，我哋都用企嘅方法嚟 finish。今日啲同學好辛苦係咪啊？全程企嘅，出奇唔緊要。好，企住呢度做下，記唔記得我哋嘅童子撐舟係點做噶？唉，俾翻我啦，天啊！呢個咧係對個腰非常之舒服噶。OK，我哋做好多時做瑜伽，最後都 final twist 咧，都係要扭一扭身體，俾個身體放鬆。OK， 好，提手落眉心呢度，一前一後，一陰一陽，嗰個陽掌沉落去，爬挺仔啊嘛，記唔記得？好，翻轉，好順噶啦。轉一爬翻，我唔想你哋做得咁死板。好，一撥水上嚟，呢個撳落去，阿咩咩又開始亂七八糟啦。OK， 嚟，跟住我後面吓，做多幾次先。撥水上撳翻嚟。撥水上撳翻嚟，個腰係唔舒服㗎？係咪啊？阿師企直啲，個身體扭啲，你睇下，成個身體扭啲，我屁股係平嘅。好，撥水上過去，最後一次撥定，望住後面嘅手，沉住落去嘅。
手指發力。好，撥水上，定，望住下面嘅手。哦，慢慢翻，慢慢翻嚟，沉落去，做3個收息，起，落 ，one more in here， exhale， 最後一個吸，雙手合十，慢慢嚟，稍微定一定。好，多謝大家。哇！呢堂課好快啊，我覺得唔夠時間。